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19爱的圣诞树4号暗时，伫大运动百货广场进行点灯。由市长黄伟哲、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以及荷兰超级美声马丁，甲侪侪贵宾做伙点灯。现场吸引真侪市民朋友做伙参加，提前感受温馨的圣诞节。爱真简单，2019年台南爱的圣诞节4号暗时，伫台南大安东百货1楼广场盛大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远东百货总经理徐雪芳、荷兰超级美声马丁赫肯斯、日本驻台官员、各行各业的贵宾，以及上主车上官网有线电视总经理徐文奎，拢受邀请出席，场面盛大。每年在这段时候，是我们一年辛苦之下，有这个圣诞节的来临。那么我们呢，稍许应该高兴一点，快乐一点。一年这么辛苦，那么尤其是对台南市，我们也都努力了很多。尤其是我们的市长，所以今天能够来请他来这个点灯，就是实在是不容易。我们谢谢市长，我的荣幸，也谢谢徐董事长，谢谢市长。很开心，很荣幸，我们远东集团在我们徐董事长领导之下，真的对社会做出了很多公益的这个爱心的活动。那今天是岁末的12月的这个月初了，我们在这边点亮耶诞灯，也象征着我们远东集团对我们台南市的这个关怀。那许多不管是农产品的行销，不管是社会公益的活动，或者是帮忙学校的教育，我相信我们看到远东集团通通都是不遗余力的。这点对社会的贡献我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跟徐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谢谢董事长。点灯现场虽然落着绵绵雨，不过灯光接落来就产生热色同款的效果，加上荷兰超级美声马丁的演唱，现场充满温馨欢乐的圣诞气氛。另外，结合爱心公益，主办单位这摆嘛特别募集各界爱心，捐赠荷兰市8间偏乡各式学童，总共160位，每一人1箱9个，一个背包加保鲜盒等等。而小朋友嘛回赠大型的爱心卡片。点灯仪式过后，现场也有表演加分享圣诞小礼物，场面温馨。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今年5月推动游职强庙文化府城行动公约签署活动到今嘛，庙会被投诉妨害安宁的案件愈来愈少，展现出成效，而且得到国家警公奖的肯定。所以台南市警察局5号也邀请辖区内强庙做伙来立公约，展现庙会新文化。台南市是众神之都，拥有全台历史上悠久、上丰富多元的传统宫庙民俗信仰活动。但因为庙会设计的原因，
常常会被投诉有噪音以及环境的问题，甚至还会发生顶头相拍的事件。为了推动优质宫庙文化，台南市警察局以及警察局第2分局5日邀请在地宫庙做伙来立公约，并缔进背心。优质公庙大家来签一个行动的公约。那这个公约呢，事实上有发挥它的效果，就是说晚上呢，但是大家检举到110的这种噪音的这种检举的，都事实上是大量的在降低。那同时呢，这一项工作呢，也是被推广到其他各县市在学习。因为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警政署办了一个警光奖国家警光奖，我们得到是团体的这个预防犯罪奖项。那这个奖项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那因为这个奖项呢，让我们也知道说，事实上我们推动这个众神公约这一项事情是对大家有利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能够持续、能够精进，然后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公庙来参加我们这个公约。办理一个公庙活动，要面对的除了有鞭炮燃放问题、交通疏导问题，还有秩序维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场所有公庙负责人，还有我们区公所跟我们警察，都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今年以来，本分局在辖内的各公庙办理大型活动当中，我们都会主动的联系，然后跟公庙庙方充分的相互合作，来帮助这个活动圆满顺利。这次赠送予各宫庙总共3000件的多顶背心，是由台南市巡守大队长宋俊明以及卫政事务总经理庄瑞玉2个人共同捐赠，协助市府推动优质宫庙文化。咱邮局的学区宫庙足济啊，用要一礼拜有2-3摊拢咧照景所行的毋只阮来咱邮局才办这个记录款的净化版，就是讲希望送这个拄证的背心你一个顶头送一领，互自主管理啦透过签订公约以及呈上多顶背心所代表意义，让每一间宫庙自主管理、自我检视，展现台南庙会新文化，弘扬生命护境为民的精神，嘛会当减少投诉事件发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岁月年中，工务局回顾过去一档各项建设，总经费已经上千亿。而且得到中央14座奖杯肯定，其中路边专案今年就编列20亿，高达已经完成187条路段，包括中央的补助，总共开31亿外。工务局长表示，明年嘛陆续编列预算，希望予台南的道路拢会当平平塌塌。工务局伫记者会中对来回顾2019年这档的建设绩效，向市民交代，包括第84线桥卡道路、新华高铁桥卡离奇道路，以及台港大道延伸段顶19件新外环道路的建设以外，嘛强调大家拢相当关心的路边专案，今年就编20亿，加上林康怪调整平塔，就希望予民众更安全安心的道路品质。108年总预算64亿，那在109年我们就增加了26亿，达到90亿。那在道路建设方面，当然2个重点，一个就是重大的交通建设。那我们目前大概都是以生活圈道路建设来在办理。那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生活圈建设大概就达到180亿左右，180亿。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像北外环，还有港湾大桥，还有树谷大道，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工程。那其中北外环更特殊的就是说，未来的话呢，它会有一个中山高系统交流道，那可以接到这个北外环，让我们台南市未来的交通呢，不是从中山高进入市区，而是从北外环南下进入市区。那第二个，在这个道路方面，大概就是路平。那这个黄市长也很重视，所以去年我们就是今年108年度的这个预算，路平的专案呢，大概是2.2亿。那109年度我们增加了1.6亿，达到这个3.8亿。我们将改善
16个这个路段。至社会瞩目的特色公园，嘛成为这届议会总质询议员关心的焦点。对此，局长强调，今年已经完成大温、水平稳定7座公园，明年9月港滨历史公园嘛将施工，更是一座完全符合民意的大型特色公园。公园的建设，因为征收的经费通常都是蛮高的，那中央也不补助。所以我们在108年，我们也调查了我们台南市区里面的这个，包括31区的这个公有土地。那在109年呢，我们会在陆续的在执行，大概重点，特色游乐设施我们都会有考虑在里面。所以目前我们正在明年会执行和今年在执行的公园呢，大概有这个10几个。工程建设是市政营销发展，教育局上午总动员等现绩效，要让台南迈向2020年国际新城。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另外，环保局的年终记者会伫现场展示真侪项非常先进的环保科技客闸工具，透过记者的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环境执法工作已经进入科技办案的境界。台南市环保局利用各项科技工具，查去环境非法事件，不管是空气污染、污水排放、工厂恶臭等案件，都会当运用这科技仪器协助查测，让违法的环境业者无所遁形。市长在就任之后就特别叮咛我们环保局在整个的科技办案部分能够更加落实所以在今年的部分的话，我们环保局也提出很多的科学办案部分那目前大家最所知道的是用 UAV 的部分，那 UAV 的部分的话，就包含了刚好提到说整个在露天燃烧的稽查，以及整个的非法弃置的部分的稽查部分。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排水系统的一个排放废水的一个稽查部分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部分，借由这些仪器设备，可以让工厂在偷排放废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另外，环保局今年嘛推出多项民众有感的便民服务，比如是台南本扫车 App， 提供民众本扫车即时动态查询等，以及绿色族群家具优惠政策。联手打造温暖的大台南。这清运的 APP 让市民在倒垃圾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方便。那另外环保局也争取到今年将近67台的一些清运的机具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垃圾的清运更加的一个方便那另外的话，市长也特别指示说，在整个的台南的部分，对这些弱势族群的一些关心的部分，那环保局在我们的长金阁部分可以提供这些弱势的族群，借由社会局的转介等等这些，或者是一些低收入的朋友过来的话，他可以取得这些免费的一个平价的一个家具的部分环保局今年在环境教育、空气品质、环境清洁、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绿色采降等方面，得到18项的奖项，其中有10项是相关的任务。环保局承诺，未来也会秉持着建构永续优质环境，提供优质友善服务品质的精神，继续打造清气佳团的城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
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乌麻产业文化活动陆续登场，其中西港农会今年除了开发乌麻烟尘甲乌麻包仔以外，麻油嘛连续14档入选全国8大精品，邀请民众12月7号、8号2天前往后营仓库去享受台南麻油第一香。为了宣传12月7号、8號將伫後營倉庫舉辦的2019年烏麻季產業文化活動，西港農會傳出動工，將免費予民眾排隊對外烏麻煙塵甲烏麻包仔等好康的相關製品。連市長嘛釋出賣煙塵的卡拉車，加所有民代貴賓共同來推薦多元開發的烏麻產品。市長強調，西港除了是台灣第一鄉，麻油更是台南第一香，歡迎大家到時攏來品嘗。咱真歡喜，感謝咱的西港農會，把這個胡麻的製品做足濟的這個變形金剛，即係變形做這個黑芝麻香腸，啊嘛有做黑芝麻雙麒麟，啊嘛有麻粉，嘛有芝麻糖，啊嘛有這個麻油的會當抹棒糖定的吼。所以用的、食的、抹的、啉的攏有，所以真歡喜，咱把這個麻油變身個足濟加工品，互市場的接受度愈來愈濟，愈來愈好。啊，咱台南市是全台灣麻仔種上濟、產量上懸的。根據上新出爐的2020年台灣農業8大精品，西港的烏麻油甲青麻油嘛連續14檔再次雙雙入選，嘛是唯一取得國際驗證的麻油加工廠。加上今年佮成為林志玲的嫁妝，引起注目。希望透過這屆麻油季，再次擴大行銷到全國。伫個產業文化，就是講希望講大家吼，攏會當來到阮西港吼，知影這個產業。我相信吼，拄則咧講講天氣遮冷吼，我們當天吼拜六禮拜吼，攏有迄個麻油雞吼，啊，佮有迄個芝麻包子、芝麻香腸、芝麻雙麒麟的迄個品嘗啦。啊，尤其吼，阮伫個28日吼，禮拜吼。阮有甲迄個有捐血車，我希望講媒體朋友幫我們來宣傳吼，一寡來捐血的人吼，咱即擺攏吼咧鬧血荒吼，是毋是？我們來一起來做那個公益吼，啊，所以吼，阮來關懷人，我嘛互伊麻油雞、麻油煙腸、麻油包啊吼，甲伊補一個身體啦吼。西港農會強調，佇民代積極協助之下，農委會嘛閣加撥250萬，互台人共同來行銷。全力打響台南烏麻的知名度。電新聞管制林根採訪報道。台灣上古老的佛寺德克神寺擁有真濟珍貴的文物，加上寺內蓮花寶塔，今年迎接創建100年，所以由主持朱定法師規劃，加上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做經理，將於12月21號開始舉辦文物特展。位佇德克周邊的德克神寺是台灣上古老的佛寺，因為歷史悠久，所以寺內擁有濟濟珍貴的文物。今年也拄好迎接寺內的蓮花寶塔建立100周年。對此，德克神寺也甲台南市文資協會規劃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將要伫10號舉辦獻供儀式，為慶祝活動揭開序幕。這蓮花寶塔哦，100年啦。啊！這副老師請講哦，100年要做生日啦，啊是要做生日啦，吼。哦，啊我嘛想頭殼聽咯，要做生日。我想生日足簡單啦，一個雞卵糕就好啊，毋知講毋是干一個雞卵糕啦，吼。當時想嘛對啦，想着去甲花就講，日輪花上偉大的精神啦，哈。伊民國2年來才做主席，24歲了才做主席，即擺24歲要讀冊，個人教，個人知嘛吼。你要看伊當初時代，這是豐沛呢。我只看佇個物件過了啊，看到伊用個物件，愛向伊學習，愛做好勢。8年落成，即馬108年，本來是要
岁末联谊会去做伙做啦。啊，不过想讲，啊，你若是安尼过一个年，8年交108年、109年，煞无符合啦。哦，啊无就惊迄108年时阵，就先做一个祭典啦。因为即届也有办理文物特典，配合办理的台南市文化资产保护协会理事长曾国栋老师强调，德克先诗当中有真侪充满历史价值的文物，亲像画面当中看到的即本《龙书净土文》，伊是伫顺治16年所印的，伊的历史可能就比德克先诗搁较久。协会也是希望透过即届的文物展，互大家熟悉无同的德克先诗。那这一次的一个展览，我们文物的一个要标榜就是你所不知道的竹溪寺。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大家不晓得？因为以往提到竹溪寺，大家会比较熟悉，就是所谓的府城3大名典当中的了然世界而已。可是事实上，竹溪寺还有相当多是你我所不知道的。那因为我们协会在106到今年的3月份的就是竹溪寺委托我们做整个竹溪寺的一个文物普查。那经有这个普查之后，我们才赫然发现，哇，原来德克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有好多的。那包括在这个整理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莲花宝塔，它是在大正8年1919年落成完成的。那今年2019刚好满100年，所以结合这个莲花宝塔100年，再加上竹溪寺有那么多的丰富的一个文物，我们师父也希望说能够让这个文物达到一个社会教育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办了这个有关这样的一个文物特展。即届除了文物展以外，也将会安排专题讲座甲德克的地景导览，要互来参与的民众会使更加熟悉德克周边的人文历史。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热兰州湿地景协会迎接创会15周年，特别举办主盛音乐会。12月8号，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希望透过音乐会，互失智者甲家属行出家门，也打造充满关怀世界。热兰州湿地症协会是由着成大医师白明启所成立的，长期拢关心湿地症的患者甲家属。这届协会迎接15周年，特别邀请了侪优秀的表演团体来举办主盛音乐会，包括山南合唱团、台邦独奏家乐团。上特别的，就是邀请了屏东的希望儿童合唱团。协会也特别将音乐会叫做“丰收希望酒”，象征希望协会会使长长久久。我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今天是我们这个月是我们热兰州市政协会成立15周年。我前天才去这个台北领奖，我们的志工得到全国肌肉社团，全部才只有25个哈。那我们15周年可是办了12届的音乐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地方我来这边也特别有感觉，因为这是我们每月开讲，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六早上10点，我们在这边讲失智照护，已经讲了5、6年了哈，所以从来没有间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舞台。那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把这个失智症变成一个公共议题，然后让我们台南市民能够这个在全国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这个 literacy 有 awareness 的一个地方。15周年就是一个丰收，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今年我们特别邀请希望合唱团，那么古木哈鸠议员在即时在这1个月内我认识他了所以刚好这机缘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也刚好。那么我知道原住民的这个同胞里面很喜欢喝酒，当然酒有好有坏不过酒就代表丰收，所以我在想说取这个名称很有意思，而且久久长长久久，我们希望热兰州市政协会能够长长久久的办下去。会使看到现场来了侪位的明代甲服务团队的成员，这也象征了无分党派拢非常关心失智症的议题。会长市议员古木哈鸠也以着失智症患者家属的身份来感谢协会的努力，也期待社会会使更加关心失智症。因为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妈妈本身就是失智患者接触到白医师之后，她就是有做这样的治疗，效果差很多那终于我可以好好睡觉了。所以我想今天不算致辞，应该今天算是一个分享了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失智患者跟家属都同样非常辛苦，所以在这里我想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先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先接受家里的长辈失智，而且去了解什么是失智，然后第二个要给予正确跟专业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
我想第3个就是耐心的陪伴，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想我也希望说借我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的失智症的家属，其实也需要社会的支持跟鼓励，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哈。这届音乐会将要伫8号下午文化中心演艺厅内登场，期待透过音乐来舒缓家属甲患者的心灵，同时也要互民众来了解失智症，共同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短暂转好的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几率100%。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